鹏鹏姐姐，很强哦，你好漂亮哦！啊，谢谢你的哦诺，你的赞美。不过彤彤姐姐，你在做什么呀？啊，我在练习走星光大道啊，还要练习摆 pose 呢。好像公主好漂亮啊！对啊，好漂亮哦！谢谢你们，相信啊，我今天这么用心打扮，今天的最佳女主角奖一定是我的。鹏鹏姐姐很强，这么漂亮，你一定是最佳女主角哦！谢谢你们，我会加油的。再来练习吧。好。那我问你啊，你觉得要叉腰吗？右手举高高，右手举高高，屁股翘高高。很强哦，很强哦，你好漂亮哦。哇，彤彤姐姐，你很强哦，你好漂亮哦，像童话故事里面的公主一样漂亮耶！真的吗？哇，谢谢你的哦诺，谢谢你的赞美啊！我打扮成这样，其实是因为我要去参加选美比赛。哎呦，彤彤姐姐不用打扮就很漂亮啦，一定会得冠军的！冠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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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冠军！很强哦，很强哦，你好漂亮哦。很强哦，你好漂亮哦。这句话记住了吗？很强哦，学会了，好厉害哟！那哈克乌拉拉，我们下次见。张来了。